被視為今次轉角市之下業主摩頂接貨而觸發撻訂潮嘅代表樓盤，有信和牽頭嘅錦上路站柏龍。隨住1、2期上會接近尾聲，發展商終於推出第3期。呢個早係喺2022年9月已經獲批預售樓花同意書嘅柏龍3，因為受制於1、2期而一直按兵不動，拖足3年時間嚟到今日先賣樓。佢嘅定價同埋銷情自然成為市場關注焦點。轉角市之前，發展商信和推出位於錦上路站嘅柏龍1同柏龍2。雖然周邊係荒蕪一片，日後亦都有大量公營房屋落成，但係喺2022年4月開售嘅時候，因為樓盤坐落鐵路站旁邊，同元朗站只係1站之隔，而首批開售尺價17000幾蚊，比元朗站上蓋就要好恰低開1成，就被市場人士推崇為首批一定有水位，吸引唔少買家信以為真而入市。其後香港跟隨美國進入加息週期，樓市見頂回落，全盤買家都接火棒。推售1、2期嘅時候，氣氛大熱，令到發展商成功賣出1412個單位，佔全盤93%，套現130億，平均尺價18300蚊。即係當其時未有乘勢推售柏龍3，就令佢嘅處境變得好尷尬。因為轉角市之後，香港私樓樓價大幅回落3成，1站之隔嘅元朗站就要好恰。發展商新地喺舊年推售2期嘅時候，劈價2成8，平均尺價低見14550蚊，就凸顯柏龍1同柏龍2當時嘅高日價，直接拖累銀行估值滑落，觸發樓花盤上會危機。所以柏龍3會用咩方式定價、幾時推售，一直係市場關注焦點。因為發展商堅持高開，一定要賣到柏龍1同柏龍2呢啲水平嘅話，就注定係唔會有任何承接。但如果直接劈價賣樓，就會令到1、2期嘅業主上會問題更形水深火熱。呢點都解釋點解柏龍3喺3年前攞到1紙預售樓花同意書，但一直都唔賣，因為根本就係冇任何辦法。連同當日喺售樓處簽臨約之後就放棄買樓嘅買家計算在內，柏龍1同柏龍2有245個買家選擇棄權，涉及總金額係22億3千萬，亦都佔售出單位1成7。而發展商就選擇喺上會期接近塵埃落定嘅時候推售柏龍3，首批138個單位，平均尺價低至13938蚊，之後加推第二張價單68個單位，平均尺價上調去到14118蚊，但係都較當時啦18300蚊嘅尺價。而家啦，發展商其實係劈價咗超過2成以上。對照入場嘅一房單位，柏龍3最平單位係1座1樓 B8 室，一個實用面積354尺嘅單位，折實入場價係4662000蚊。但1、2期同方向嘅單位就好似隔離座6座1樓 B8 室，喺2022年開售嘅時候，折實價係6544500蚊，差唔多減幅係2成8。即係一個細單位，帳面已經貶值高達188萬，都等於當日啦勉強補差價上會嘅業主造成一個2次傷害，亦都再一次引證首批一定有水位呢個講法唔係有咩金科玉律。今次3期係咪買得過呢？除咗睇啦當日推售慘烈嘅情況之外，都值得留意其他因素。因為以而家1、2期入伙租值嚟評估今次開價嘅話，細單位平均月租係15000蚊，平均尺租42蚊。以3期一房入場價466萬嚟計算嘅話，未扣除管理費之前嘅回報係3.86厘，其實都輕度落後於大市4厘水平。但大家都要留意，柏龍3預計嘅關鍵日期係2027年4月30號，相當於起碼都仲有1年半時間先至入伙。未來租值係橫行回落，抑或係繼續上啦，都會決定用呢個價錢去入貨吸引力，而呢一點都係充滿未知之數。而家仲係荒蕪一片嘅錦上路站，生活配套都要依賴1站之隔嘅元朗站嘅大商場。而錦上路站未來都會有唔少公營房屋落成，雖然公屋配套對柏龍嘅住戶嚟講或者帶嚟少少裨益，但多咗公屋包圍，會唔會影響到私樓身價呢？同埋會唔會對外出市區嘅交通造成更大嘅負荷，間接影響租值表現呢？呢啲都值得留意。同1、2期好相似，柏龍3表面上話做到4座樓，但實際上1、2座同埋3、5座之間都係透過防煙門去分隔，去淡化高密度嘅感覺。所以柏龍3實情只係得2座樓，提供680個單位。樓盤擺位上喺成個項目嘅東南面，位置上比較挨近正在興建嘅公營房屋地盤。呢個公營房屋地盤會興建4座17層高嘅物業，有部分單位包括2座 A1 同 B1 室，同埋3座 B1 同 B2 室都會扭向呢個方向。
至於其他單位，一邊會扭向錦河路方向，包括一座 B2 到 B9 室、二座 B2 到 B8 室都會望向高速公路同埋對面新嘅祖墳，而另一邊扭向西鐵站方向，包括3座 B3 到 B8 室同埋5座 B1 到 B8 室，同樣都會被架空路段嘅列車嘅聲音所影響，所以都需要做一定程度嘅噪音緩解措施。所以柏龍3嘅景觀比較有保障嘅單位，就係剩低望內園方向嘅單位啦。仲有值得留意就係區內供應，撇除政府之前計劃改劃區內用地作私樓發展之外，單計樓盤旁邊就仲有錦上路站2期，仍然待港鐵有待推出招標。錦上路站2期佔地5.17公頃，大約喺而家巴士站嘅位置。按錦上路站總綱發展藍圖去推算嘅話，初步會有11座物業，估計會提供2600幾個單位。以至去到南面八鄉維修廠就會興建43座唔超過26層高嘅住宅，提供6060個單位。呢啲因素都會影響到柏龍3嘅價值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就咁多啦。如果大家都中意睇呢類樓市短評、一二手揀到攻略同埋樓市深度調查報導，就記住訂閱我哋胡說樓市 YouTube 頻道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同埋最重要係 CLS， 下次出片大家就唔會錯過啦。今日先傾到呢度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Yahoo!